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有趣嘅故事，關於耶穌同佢嘅門徒喺一個叫凱撒勒雅斐理伯嘅地方嘅經歷。呢度唔係一般嘅郊外，而係一個滿佈住羅馬皇帝雕像同異教神廟嘅地方。背景仲有高聳入雲嘅巨石懸崖，真係好壯觀。就喺呢個充滿住權力同偶像嘅地方，耶穌突然問門徒：大家都在討論我，他們說我是誰呢？門徒們都七嘴八舌咁回答，就好似講八卦嘢咁，都係轉述人哋嘅說話。但耶穌突然望住門徒問：那你們呢？你們覺得我是誰？全場突然間靜晒，因為呢個問題唔再係討論其他人嘅說話，而係要佢哋自己表態啦。呢個時候，性格衝動嘅伯多祿企咗出嚟，鼓起勇氣，大聲咁講：你是默西亞，永生天主之子。喺羅馬皇帝嘅雕像底下，宣稱耶穌係真正嘅王，真係好勇敢。耶穌聽完之後，笑咗笑，溫柔咁拍拍伯多祿嘅膊頭，讚賞咁話：我要把我的教會建在你這塊堅固的石頭上。係咪好精彩呢？依家就一齊聽聽詳細嘅經文啦。